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初3，旧历的6月14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南投地区这几天拢在落雨，一个农民趁也未落雨进前，到田里去捧田，想袂到一道的雷公死呐，就准讲到这个农民。大附近的乡亲讲，因走出门一个看，这个农民已经倒伫咧田里，规身躯翻乌臭焦，送病院已经救袂转来了。气象局讲。当时附近咧落雨，阁有雷公死呐。讲像这个时阵，上好唔通离空旷所在，安尼才袂去互雷公讲到。救护车赶到意外现场，和雷公卡到这个44岁姓周的农友，规身躯拢臭火焦，送到病院治疗，经过2天的急救，嘛是无效。没有效，我你说谈雷，我有听到，3.5上岁。当时附近日落大雨，而且陈雷公伊本来趁落雨前要做事，结果当场和雷公卡到。他的帽子就在那里，然后那时候可能电击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中会意外现场，这个姓周的农友倒去的所在，就是真空旷，这个田的中央。虽然当时现场无滴落雨，不过气象站的人员讲，因为附近滴落雨，然后听到陈雷公的声音，都要注意啊。听到雷击的时候或者闪电的时候，能够尽快到室内进行躲避，避免在户外操作比较高的机具以及撑伞以及户外的活动。若是对着陈雷公，唔通挖铁塔，也是电火条啊。较空旷所在，水边买片面，会使秘伫室内、棚空，也是车内。若是讲袂富秘，会使将身躯金属物件弹掉，秘伫较低的所在，骨较低的保护心脏，避免互雷公卡到。